約書亞記第19章，為西緬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拈出第二鬮，他們所得的地業是在猶大人地業中間。他們所得為業之地就是別是巴或名是巴、摩拉大、哈撒書亞、巴拉、以森、伊利多拉、比土力、何爾瑪、洗革拉、伯瑪加博、哈撒蘇撒、伯利巴弗、沙魯險，共13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，又有亞因、利門、以帖、亞山，共4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，並有這些城邑四圍一切的村莊，直到巴拉比爾，就是南地的拉瑪。這是西緬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業。西緬人的地業是從猶大人的地業中得來的，因為猶大人的分過多，所以西緬人在他們的地業中得了地業。為西布倫人按着宗族拈出第3鬮，他們地業的境界是到撒納，往西上到馬拉拉，達到大巴設，又達到約臉前的河，又從撒納往東轉向日出之地，到吉斯錄他泊的境界，又通到大比拉，上到雅非亞，從那裏往東接連到加特希弗，至以特加遜，通到臨門，臨門延到利亞，又繞過利亞的北邊，轉到哈拿頓，通到伊弗他伊勒谷，還有加他、拿哈拉、新娘、以大拉、伯利恆，共12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。這些城並屬城的村莊，就是西布倫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地業。為以薩迦人按着宗族拈出第4鬮，他們的境界是到耶斯列、基蘇律、書念、哈弗連、示按、亞拿哈拉、拉碧、基善、亞別、利滅、隱干寧、隱哈大、伯柏薛，又達到他泊、沙哈洗馬、伯示麥，直通到約旦河為止，共16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。這些城並屬城的村莊，就是以薩迦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業。為亞設支派按着宗族拈出第5鬮，他們的境界是克甲、哈利、比田、押撒、阿拉米勒、阿末、米沙勒，往西達到迦密，又到希鶴臘納，轉向日出之地，到伯大滾，達到西布倫，往北到伊弗他伊勒谷，到伯爾麥和尼葉，也通到加布勒的左邊，又到以伯倫、利合、哈門、加拿，直到西頓大城，轉到拉瑪和堅固城泰爾，又轉到何撒，靠近那革色一帶地方，直通到海，又有烏瑪、亞弗、利合，共22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。這些城並屬城的村莊，就是亞設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業。為拿弗他利人按着宗族拈出第6鬮，他們的境界是從希利弗，從撒拿音的橡樹，從亞大米尼吉和亞比列，直到拉貢，通到約旦河，又轉向西到亞斯納他泊，從那裏通到戶角，南邊到西布倫，西邊到亞設，又向日出之地，達到約旦河那裏的猶大。堅固的城就是西丁、則爾、哈末、拉甲、基利列、阿大馬、拉瑪、夏瑣、基低斯、以德來、隱夏瑣、以利隱、麥大伊勒、和連、伯亞納、伯示麥，共19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。這些城並屬城的村莊，就是拿弗他利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業。為但支派按着宗族拈出第7鬮，他們地業的境界是瑣拉、以實陶、伊爾示麥、沙拉賓、亞雅倫、伊提拉、以倫、廷拿他、以格倫、伊利提基、基比頓、巴拉、伊胡德、比尼比拉、加特臨門、美耶昆、拉昆，並約帕對面的地界。但人的地界越過原得的地界，因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，用刀擊殺城中的人，得了那城，住在其中，以他們先祖但的名，將利善改名為但。
這些成並屬城的村莊，就是但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業。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業，就在他們中間將地給嫩的兒子約書亞為業，是照耶和華的吩咐，將約書亞所求的城，就是以法蓮山地的亭拿、西拉城，給了他，他就收那城，住在其中。這就是祭司以利亞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，並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長，在示羅會幕門口耶和華面前拈鬮所分的地業。這樣，他們把地分完了。